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9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3篇，以赛亚书第5章第8节到23节，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贪甲恨。犹太人常常叫上帝和先知来甲因警告。因为因总是贪恋别人的财物，应该是讲无属于家己的。好，那亲像大卫王，伊嘛捌安尼去互先知拿单用一个譬喻来甲伊提醒。伫撒母耳记下卷12章第1节到15节，记载着拿单指责大卫的代志。大卫听了后，佮大声来赞美迄个故事中间迄个好野人。大卫来讲，大卫对迄个好野人发大生气，甲拿单讲：我只因我的上帝咒詛做即个代志的人着死，伊着赔4倍的羊啊，因为伊做即个事无怜悯的心。其实足侪人亲像大卫共款啦吼，贪心不足，而且佫掠做家己是义人安尼指责是毋是侮辱别人其他的人安尼吼。先知以赛亚书第5章第8节到23节，嘛安尼来提醒以色列人安尼讲：惨啊！恁遮的人啊，恁的厝一间搁一间，土地一地搁一地。恁占甲别人煞无位通徛，境内剩恁得大。我有听见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一定有真侪大间厝会荒废，真侪阔阔搁水的厝无人徛起。2家的泡汤园正生产20公升的酒。也10人的种子收无甲1人的麦啊！惨啊！遐个对透早着入到酒啉的人，因啉酒啉到半暝啊，啉到醉茫茫发狂，因为因伫宴席弹琴弹舌拍鼓分品啊，啉酒毋过无得想上主的计划。毋捌注意上主的作为，因为我的子民未晓想，因会受放逐做俘虏，因中间有地位的人会枵甲得要死，因的群众嘛会喙打甲要死，所以阴府胃口大开，无限量开大喙要吞食。因伫因的中间地宴乐的贵族、吵闹的平民，拢做一个，互伊吞落去。人受屈辱世间人受降低，目头悬的人降做卑微。毋过上主万军的统帅已经公平受高举。至圣的上帝因为公义显明家己是圣。羊仔会哪准伫家己的牧场底食草，细只羊仔会伫好野的人旁远去的土地来找食。惨啊！遐个用气炸做绳扭做挂，用拖车的绳拖做恶的人，因讲上主着赶紧较紧完成伊的工作。互阮会当看到以色列神圣的上帝着赶紧实行伊的计划，互阮会当知影，惨啊！遐个着甲善讲做恶，甲恶讲做善的人，因用暗做光，用光做暗；因用苦做甜，用甜做苦。惨啊！遐个想讲家己有智慧、家己真巧的人，惨啊！遐个啉酒点英雄、雕酒拼头命的人，因受报落判有罪的
做无做，放下无辜的人应该有的利益。比起这个字，掠做家己是义人不有却不义的人，耶稣基督讲到着迄个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伊用寡妇的奉献来提醒人，什么款的奉献是得到主所欢喜的。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，耶稣基督讲到两种奉献的心态。一种是掠做家己了不起的奉献，一种却是真正谦卑、专心全意的奉献。经文中间所讲迄位寡妇的奉献，是将家己全部的生活费用拢甘心乐意奉献啊！耶稣坐伫圣殿奉献柜的对面，伫看人献钱落去，有真侪好嘅人献真侪。有一个善请的寡妇来献2个铜钱啊，就是一角银。耶稣叫门徒来甲因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善请的寡妇献入去的奉献柜仔的，比正人所献的更较济，因为因拢是献用剩的。毋过，这个寡妇虽然真善请，犹具摕所有的，就是全部的生活费，拢总献落去啊！这是基督徒应该着爱学习的品格，不但袂当贪心，袂当欺负人，佮较爱捌知影诚心实意的奉献。诗篇113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上主的仆人啊，恁着称赞上主的名，愿上主的名受称赞。对现在到伫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上主统辖万国，伊的荣光比天较悬，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比？伊坐伫至悬的所在，落来看天甲地。伊对真爱高声善请人，对笨拙对提拔欠过的人，伊互因陪伴贵族，伫本国的贵族做伙坐。伊互未生的妇人人有家庭，做真济儿女的老母来欢喜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。恳求主的主帮助阮学习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教导阮毋通因为贪心来欺压人、欺骗人、侮辱人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